冇錯。如果爆炸頭一查祖利啦，咁就上場賽事佢演出係真係相當之好啊嚇！咁佢亦都有球隊而家個開波方法係咁樣開法，點解呢？因為佢會特登開個波埋去邊線位，就送個教球俾對方，就即刻進行佢哋咧就執行前場逼搶嘅戰術。即係變咗就可以唔使組織上嚟喺後邊組上。當然咧就啱叫新開波啦嚇，頭嗰1分鐘嘅階段方面啦，講到球迷都坐陣翻中路嘅後防線啊！有啲部署有啲心思嘅，即係如果呢個咁嘅擺法啊，咁啊揾啲經驗嘅球員出嚟，呢邊一次嘅交流就再抌埋嚟，咁啊8號呢邊嘅查祖利頂翻出嚟個斜角位嘅，都攞得翻，最後嗰個傳得埋嚟嘅，呢波咧都幾勁㗎，雖然唔高啊個波咧幾急勁啊！哇，最後呢邊抌交球都好似有啲麻煩喎，咁最後都係抌入去中間位置，咁啊呢個波想打後腳打唔到㗎，漏晒，咁應該就拉基賀新嚟嘅。前鋒益晒門神呢邊左咧就睇下會唔會走漏一個就危險㗎啦！顏卓斌啊，大對角遠處 set 到埋嚟，可惜啊，中落安呢球波啊，球助攻威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嘅，彈個大三角先，再回翻轉頭壓到上嚟呢邊，兜翻中間好嘢，應該歐中皮球啊嚇，掹衫啊！有球員係掹件衫啊，即係掹對方件衫啊，應該就係3號嘅周連德啊。因為當時咧個波去得好快啊，球證咧佢冇吹罰，但係當時就見到咧白衫嘅球員咧成件衫咧就掹起咗啊，應該就係周連德嚟㗎，俾咗黃牌。級數啦，大賽經驗啦，都係零舍不同嘅。照計都係佢話晒事㗎啦嚇，佢係度晒步，有隊友報咗左手邊，但係都好大機會直射啦。點搞法先？8號仔查祖利直接射埋去，過唔到人牆先啊嚇，頂翻走輸波界外球，亦都換嚟咧主隊球迷一陣掌聲先啊！係人牆都排得係比較高。輪到一隻孟加拉一次嘅界外球手榴彈，直接轟埋去㗎都係頭主落，打頭喎，祖連路好射，謝嘉榮啊！成功咧就雖然埋嚟啊，而家就翻出嚟啦，球證都好啦，聽到雞聲就可以開得啦位，冇錯，阿華頓且遠處 OK 啊，以為得咗一種周遠德左腳拉射，都係俾對手球員成功block翻走先啦。好，最後搞掂就可以做嘞喎。同開角球都係差唔多喺呢個位置啊，扯到埋龍門口先啦，對面一頭一作翻陣喎。當然啦，韋斯活都好睇好佢嘅前景啊嚇。哎呀！呢條線一線腳，拋過艾利法蘭道有冇事？12碼，係啦，呢個波我都以為冇事有事，因為呢個波咧成個踢到飛起啊！應該犯規就係卡斯嘅。係啊，冇得講㗎啦呢波，你喺禁區甩咗。界掂唔掂？係咯喎，安永佳冇問題。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都係艾華頓，個波唔係好高啊！今次頂翻轉頭，艾華頓都攞得到嘅。球頭槌入波嘅球員就係佢啊，都曾經代表過加拿大國家隊，之後就轉咗籍嘅。控到落嚟，祖連路揸嗰度，咁都問龍門甩地，哎呀，可惜啊呢球波。執唔到雞入，兩邊都有啦，其實啊，啱呢個白衫啦，咁啊之前其實咧就譬如紅衫球員啦，艾華頓咧都試過跣腳嘅，呢個位扯到波埋嚟，批到現場，哎呀，攝到埋去又冇射，應該顏卓斌幫翻頂翻住個位啊嚇，照計係好多呢場波就有少少咧就無影無蹤嘅感覺嘅，暫時係。如果查祖利其實今日相對上兼顧工作已經冇上場咁多啦，因為始終你後場中堅多翻個巴文，佢唔需要話太經常性落翻去呢個中堅去幫手 key 波，已經做少咗啲嘢㗎啦嚇。但明顯咧就成隊孟加真係唔係太組織到入到個攻勢，係比較疲弱啲啦，今日嗰啲咁嘅攻勢。好啦，講到又有個機會先啦喎。好，顏卓斌睇咩暗號啊？佢右腳扯埋頭柱，哎呀！對面咧就一頭作翻走先係嚟自巴文嘅，再轉身諗住去埋就嚟自7號仔祖連奴，去唔到先啦，冇計。摩沙連其實喺第2圈啦，當時世界盃外圍賽對住咧就黎巴嫩嘅時候亦都入過波啊，
俾咗當時第二圈孟加拉唯一唔使輸嘅賽事場，哇中到埋嚟一口，小心哎呀，門將封到先啊，哇謝呢個波家榮冇問題。最怕就話對方今日呢場波對於我哋港隊嚟講都係好緊要啦。咁同埋有主場之利啦，啲球迷一定係好熱情咁。一早已經係買晒飛咁滯。哎呀哎呀，我搶到機會嚟啊嗱，粒射有啦啩，哎呀！哎呀，呢個波都夠快㗎啦，因為龍門嘅馬馬就褪咗出嚟啊，費南度。佢都覺得翻過嚟呢邊應該未出界，有球員受傷喎。足夠人喺度㗎，而家其實而家香港隊高波送埋嚟，後邊冇問題，余子南。祖連奴讓翻上前，小含俾翻祖連奴睇下有冇前途，扯埋遠處位置，再立翻順先啦。黃金左腳艾華頓好油粒高波攝到埋去，祖連奴唔得啦，俾人頂住個位先啊！咁所以呢下三中堅之一啦。咁就連周元德都好少落翻去啦，已經啊！周元德又可以專心踢翻中場，又係孟加拉嘅反撲先啦，兜翻大位右腳鋸埋去，冇問題，冇問題，都可以講話整場波孟加拉第呢個下射門咧係比較係即係快嘅同埋準嘅，用到自己嘅強項、自己嘅長處。蝴蝶俾到埋啦，哎呀，空晒右腳拉到埋，啱閂得切 ，OK 嘅。呢個人着賓喎。係啊，呢個波都危險㗎。砌翻靚佢，企啱翻晒啲位，對好翻晒啲位。個粒高波埋先啊！今次又嚟自咧就7號嘅摩沙連。多咗啲波想傳入去㗎啦，開始咁都要小心啦。揾到個走出嚟，哎呀，我都話佢啲波好多時應該係傳入嚟啲波咧都要小心㗎，因為而家佢哋開始咧就忠誠嘅態度啊，對於咧就本地嘅足球。咁變咗令到睇呢啲波嘅人都有啲即係好大嘅興趣啊！余子南撩到埋嚟啊，俾對手快步清翻走先，呢邊快頂，再鬥個高波笠到馬龍門口，門將馬接實先啦。所以就嗰個要走動多啲啊，要乜人比較緊啲啦。波攞到㗎啦，但有計咧傳入嚟，揾唔到射波啊！傳咗好多腳㗎啦。好啦，足夠人喺度㗎，小心㗎啦，吸翻轉頭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撲到啊！咁樣 set 埋嚟。咁跟住出年3月份就作客對印度啦，亦都本身啦，支簽啦抽完出嚟之後就認為最難踢嗰場賽事啦，哇！諗住笠埋去添喎，直接。先啊！好嘢呢球波啊！呢個波都冇。多一個遠射，改變少少方向，球速啊偏慢，益晒門將謝家榮。呢個波咁樣做埋都冇份啦，個波好在就射埋。俾咗個罰球，黃威你去搞啦！哎呀，太深啦呢球波。烏甸啊，手榴彈炸到埋去，哎呀呢邊浪順左腳拉射，拉基河實。